近一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天气是小风风。有学者来提出警告，讲这个气候变迁加上都市开发，所以都市热岛的效应愈来愈严重，甚至这个台北、新北、基隆、甲桃园，阁会出现着热岛烧连的状况。也就是讲，台北甲新北市的烧气会沿着河谷探到附近的桃园甲基隆，互高温的区域更加扩大。 天气有够热，大家烧钱要省水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全台湾最近一礼拜温度同款正热。气象署今日强要针对全台县市拢发布高温的信号，屏东到红色的灯号表示讲连续3天会出现38度的高温。台南、高雄嘛有可能出现38度温度，近海地区的高温嘛有36度。那未来1周基本上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，我们可以看到各地。 夜晚的低温基本上都在26度以上哦，那甚至白天的高温都会来到33甚至34度以上。气候变迁有学者警告讲，都市的热岛效应以台北市来讲，内湖、信义甲树林区，因为瓦山热气会集中到边的山顶，佮沿着河谷。 影响到附近的桃园、中立、甲基隆市区，定是热岛效应范围会个扩大。比较低洼的盆地或者是河谷，它都比较容易蓄积高温。 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像台北盆地的中央，也就是像万华、中正，以及有一些河谷，譬如说大汉溪或基隆河。所以我们现在所历经的夏天，有可能是我们余生所面对，是最凉的。日本东京首都圈就出现高温烧连，热岛效应范围有60公里，定是台北到新店。最高温大概没有很剧烈的这个改变，但是。 高温的区域正在扩大，未来增温幅度潜力最大的，其实不是万华、中正，而是在桃园的这个河谷的这个区域哈。伊建议讲，伫建筑的方面，会使顺这个方向来起，或者个建筑物莫去挡着风。以新加坡来讲，人因种真侪树啊，会使吸收烧气，就会使尽量降低热岛效应的影响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